继续来看台北故宫推出年度的展览，是呈现16世纪大航海时代东方甲西方的文化和文物。 这6张这么大张的图看起来是真壮观。这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在1602年编的《昆乌万国全图》，内面有当代的中西方国家对世界地理的探索资讯。这个千花灰啊悬顶悬的图和传统的印象是真无同，而且这个文物拢是伫16世纪的时阵，当时文化交流上好的见证。 欧洲人来到东亚的时候，跟中国广州那边的商人订购传统的青花瓷，上面可以找到欧洲的那个英文字母、罗马字母。对，这是一个不同文化交融之下，突然就有新的东西产生出来了。其实16世纪对我们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16世纪大航海时代，亚洲、欧洲、美洲国家小人船拢经过海路来交汇，不管是伫经济还是文化，拢有真侪交流。故宫北院推出年度大展《无界之外》，展出16世紀發生的這個故事。17世紀中頃までの作品が中心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が、以前の有田焼の作品が読んで、日本からの注文による後世の慶徳地民謡で作成された小染付と言われているお茶の茶事における懐石の食器類3件、合わせて7件の作品というものがこの展覧会に出品することができて。 以往我们的展览偶尔也包含院外的借展品，但多半不会超过10件。共计169件中，有78件是来自院外的借展品。 这摆特展除了故宫家己的馆藏，佮结合日本、法国、荷兰等等12个国内外馆所所找来真珍贵的点状文物，嘛展出大航海时代是安怎带动世界经济和文化交融的改变。记者综合报道。